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南部的空气真歹，最近2礼拜有几啊届拢是倒红灯，结果这个空气清净机卖甲真抢市。有大卖场来统计，中南部的销售量增加5成，高雄卖了愈好，比台中加出着3成。专家来提醒，若是使用空气清净机，窗仔门都要开一个缝，让空气来流通。也若无，室内的二氧化碳甲污染物的浓度若是伤悬，是颠倒会影响到健康。看过几片雾，这2礼拜高雄空污严重，出门都爱关喙暗。伫室内上好爱有1台，拍开空气清净机，净化室内空气。这阵啊，中南部空气品质，几啊厝拢达到感觉红色警戒。空气清净机的销量增加，尤其是空污较严重的高雄。南部地区的话，我觉得都会比我们北部的销售的点的部分都有2至3成的一个销售量的提高。有卖场做出统计，中南部的销售量成长大约5成，高雄的销量甚至比台中加3成。要让空气清净机发挥上大的功效，正确使用甲排空真重要。一般的话，我们会建议说，你的污染源的来源处可能放在你的入口处。或是你的靠近你会打开窗户的话，你就放在窗户前面，就是会比较快速的做个过滤的效果。尤其是机体内二芒啊，上好1冬来换1届，才会当有效过滤垃圾空气。使用的时阵，上好让这个窗啊有留一个缝，或者是拍开液式的抽风机，作为室内的排风口。若无二氧化碳容易超过1000 ppm 的官方标准，颠倒影响健康。